拉玛齐努，拉玛齐努，真见则位，拉玛齐努。朗伊寺的呢，最主要呢，朗伊寺自己的就是神圣的最主要呢，朗伊寺的第36代活佛啊，比较他是很注重，因为注重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前朗伊寺不完全是所有都是出家啊，穿着袈裟的不是出家的啊也很多啊，以前是在家出家不分啊，就是你出家啊可以。那当然是好的啊！不出家，你受一些居士戒，因为我们本教的这个法当中，居士的话是他可以穿袈裟的。袈裟呢，它是一个下面穿的这个衣服，然后上面穿的这个皮单，然后再看这个看枷，这三个呢是可以穿的，居士也可以穿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青海那边去的话，那种我们就叫做巴嘛，就是就修密宗的这个密咒士那种。密咒士的话，他们有些人穿着这个就皮单的啊，经常可以看得到。所以说这个是居士是可以穿的。所以就以前呢，可能出家的人比较少，可能守居士戒，他们是守了一些居士戒。然后因为以前出家人也少了之后呢，可能做一些法的时候人数也不够，那么这样的话，只是一些受一些居士戒的人也是穿着袈裟那样就是进来。现在的话呢，可能就这样，可能越来越规范了之后呢，居士呢就开始就穿袈裟的人就少了，那么这样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就朗伊寺的第36代活佛呢，可能这个是他特别注重啊。这样了之后，朗伊寺是更是戒律方面来讲更是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寺院。那么朗伊寺的第36代活佛呢，我们就所说的是他是年迈大师的转世啊。我们他的祈祷文里面都是就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年迈大师的意的转世啊，有这样的一个祈祷文里面都这样提到过的。所以说这个活佛呢是非常非常的他的对于朗伊寺来说贡献也非常大的，包括我们朗伊寺的这个辩经的这个问题，这个辩经的这个法也是他成立的，他成立的。那么这样了之后呢，就朗伊寺的，包括朗伊寺呢，有自己单独所供的有一个护法，这个护法也是一位他收服的，也是任命让他去管这个朗伊寺的僧人们的学习的，所以说这个对于朗伊寺来说是非常，就是一个非常殊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吧。那样了之后呢，这个呢，可能朗伊寺的这个后面的部分的话，它是比较为主要的、为中心的吧，因为他的修行呢是到达了一定的境界的那种，比如说，就是据说我的上师啊，然后以前的我的老金师啊，他们是认识的嘛，他们是那时代的，他们是认识的。那么这样了之后，他说，就是太阳底下走的时候他是没有影子的，按照我们普通人是太阳底下走，那肯定会有影子的。那么他的那时候呢，已经是成了佛了，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显现在那里，所以说当时就是，他太阳底下走的时候都说是都没有影子，这是第一个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是他圆寂的时候是小红化啊，他小红化。当时我的老师的，我的金师以前的老金师的他的好朋友，也就是当时的寺院的，也是一个管理人员，相当于就是寺管会的那种的一个管理人员，朗伊寺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这叫最发丁正的有一个人。然后他呢，当时他在的时候，
当时就是朗伊寺的第36代活佛圆寂了之后，这个他的法体都放了10个多月，都一点都不赖啊，他还是跟就我们的就是活着时候一样活着的人的那种的皮肤一样啊，一点点都没有变，而且的肤色都不变啊，大家都在那样说。最后就是把那个火化的时候，当时说是这个就是管理人员那个人，他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他是寺院的主要的人，所以说他当时法体是他自己一个人拿，他拿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面，就这样抬着走的，啊，就一直说是他的法体没有1周，啊，缩小到这么多，所以说当时就这样了之后呢，这位活佛的舍利子，就我家里有，但是我家里的有的这个舍利子，我们经常可以捡，它就会这个舍利子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小舍利塔，放在里面了之后，哎，就几年了之后，里面哎会好多舍利子在里面生出来了，然后就这种的这个舍利子呢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当时火化的时候。最特别的呢，但是当然是这个是群众他们自己所以就不给，只是偶尔他们家里有什么需要念经的时候，就可以过去看一下。有一个家里呢，当时火化的时候，他的头盖骨上面呢，当时火化的时候崩就是把这个上面蹦出来一块，然后正好说是我们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阿姨在这边专精。然后火化是在这个房顶上在火化，那么当时就嘣就掉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就说啊，法王的这个头盖骨飞了，就这样，大家都在说，都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但是那个老阿姨转的时候，嘣就掉到他前面来了，然后他也就觉得，就大家都说是头盖骨飞走了，这样了之后，他觉得啊，就是法王的这个头盖骨，哎，那我这儿来了，就这样。他自己就把它存起来了，就当时就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就是给寺院的一些就是高僧大德给他们说，我见到了头盖骨，怎么那个阿姨在说了之后，就那些活佛其他的那些高僧大德就说啊，必须要就是一些用甘露水就是倒一倒，然后就他们都想要这个甘露水，当时就打开了之后，哎，这个头盖骨现在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上面有一个法身佛。就是一个这个正好是这个发生，就是一个就是没有穿衣服的，就是这样起制作的那样的方式来坐着的，就是根德桑波的根德桑波的一个法相在里面。这个是还有这个根德桑波的这个左边、右边，还有这个稍微往这边一点那个下面呢，长了3个舍利子出来了，然后就这个中间呢正好是一个发身佛在这样，他就因为可能当时的时候，可能法身佛也在上面吧，但是那个阿姨呢，可能也没去看什么东西，就好好的存了。后来看的时候是这个里面有一个法身佛在里面，这个是很神圣的。